可能你下兄弟姊妹，你身体又唔健康，也按多次的烦恼，按多痛苦，我要熱計福音講兄弟姊妹啲，在呢個耶利米書33第6節按樣人講到，真正我嚟本你身體健康，甲醫治你，本你心中有平安，有快樂。所以呢，自家你下你喺度呢，社會行到咧，要心中唔甜，要心中似到冇平安，也要似到煩惱過度，要似到身體唔健康，你嚟簽了朝天朝地嘅上帝，在耶穌基督名，但係簽見啊，因為呢個經書講自家啲真正我嚟本你身體健康，本你嘅身體得到平安。本意得到快樂，因為但係呢，上帝就係愛自家嚟得到一個平安，得到快樂，所以佢前年嘅主能夠祝福自家平安、快樂、身體健康。阿沙自家要有信心對佢，相信佢前年嘅主，相信佢係自家嘅救主，佢能夠做先知，本日嘅生活中能夠做先知。本日嘅生命中，佢隔你脱hết一切嘅問題，一切嘅煩惱。意思嚟講咩呢？佢隔你同齊，牽你個突突隻隻嘅煩惱，牽你個突突隻隻嘅痛苦，牽你個突突隻隻嘅不實。所以是個依靠佢，佢能夠帶自家去心理得勝嘅路，平安地自己得到，上帝祝福自家，阿門。